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信仰之旅，确实是信仰之旅，因为这些前辈们，这些外国来的宣教师们，他们奉献一生在这个地方，让福音可以在台湾从平地开始扎根发展到平埔族，平埔族都教了是100多年。我们那个时候，这些教师们去设立，在北部有马建牧师设立的平埔族的、噶玛兰族的教会，也是都是100多年。来到我们的台湾族的地方逛路的时候，或者说日本离开了以后，福音才可以进入到我们原住民地区。就台湾族的宗会的历史来讲，进入到善地门教会、善地村，进入到马儿村，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才有我们现在的台湾宗会72间教会，72间吗？75了哦，很快就变72了，要多病。75间教会，也有我们北业长老教会。我们北业长老教会今年第几年？75年哦，还很年轻。跟比如的教会100多年，我们算年轻。所以，为了今天在这里，就是点一个头，跟大家讲说，认识这位巴克里。在现在的应该说礼拜堂的外面，我不晓得那个巴克里牧师的铜像现在在哪里？没有啊，他的铜像放在哪里？在那个吗？在那个教堂那边吗？还是图书馆那边？因为那个头常常打到，因为巴克里头是有点秃了所以我每次打球完了过去都会摸他的头，因为以前是放在教室的正中央，那个走廊正中央。所以我们去打球的时候，我们打球是到新农医院这边打篮球，排球是在底下经过地方打排球。每次回去的时候就会顺便摸他的头，所以他的头最亮，铜像是最亮。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去认识这个历史，然后感谢他们的付出，也感谢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珍惜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信仰的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礼物。也愿上帝在我们今天的认识巴克里的过程当中，去更认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想说，我们不是巴克里牧师，我没有那么大的恩赐，没有大的上帝的好像使命在我身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那个位置不一定是说你要成为牧师啊，你要成为长老啊，成为执事啊。当你当一个父亲，当一个母亲，那是一个位置职分。那你成为先生，成为太太，那个也是一个职分。你成为一个父母，旁边对你的孩子，父母的教育带领也是一个职分。你在教会当中，你是一个信徒，你用祷告支撑教会，也是一个职分。上帝给我们一个职分都不一样，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巴克里牧师。这么多的牧师当中，也不可能有谁会像巴克里牧师一样。但是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信徒都有他的使命跟责任。今天牧师要跟你讲说，你也有上帝给你的使命。如果在你们夫妻关系当中习出见证，如果在你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当中看见上帝的慈爱跟同在，看到自己的改变，然后孩子的改变，怎么样在一个家庭当中能够形塑成我家是基督？你们说，我们讲的因为我没有挂，所以我不知道。基督是我家之主呀，所以我不敢挂，因为我很怕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挂了，我们就要去努力。
让在我们的职分当中、责任里面、身份当中，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Mari sudah akan bersama-sama dari bawah. Na cimio dalam nama sahaja itu sudah kau ibadah Thailand sudah kau. Dulu warga susah sekaudan na tupinunding ang bibaza. Dulu masa susah sekaudan na baik ka dindo. Anamia to da simpakaraya bichiki ma to da kaya. Sekaulin mun na baik ka benangan. Ayasun ka mas-mas. Sakan masan niya singsengan. Orang sawiliden amal ka sa sekaulan. Ayayaman amal ka na tupiu ibaza. Amal ka sa sekaulan. Ana masang buksya nga amal ka din busi. Amal ka nagtupiu ko pagkata unggapu pagkata saway kongso apakah ka jawi isi. Kamas-mas mali-mali ko sa bizang kay sa gapu ibaza. Mali-mali ang oda aso paubaru to namen to namay ang nasa dinaudan. Masan sa sekaulan na biwazay to ang kinasunggulan. Dori makayaman akasi to aso kiniba. Bito na kinaizuan na kiukay masili. Do sinjaman namay ang nasa muli ang oda to aso sengan. So salingan rin at sumasiwazay to ang kiukay masili. Kaya asul ka mas-mas at sumutsuk-tsuk na naman. Sa kamas-mas, mali-mali, ang isimaya sukay, kumasan niya piso ng paulan, ay kinahinulit kayo ang patagadan ni Yesu Kristo. Amen. Amen. 我们奉献，我们献上的是我们的心，献上的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金钱。也献上我们自己，272首。亲爱的上帝，主，谢谢你，
在这个美好的早晨，透过你的保守跟带领，我们从屏东来到台南，来到你这么爱的一个地方——台南神学院的校区。主要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在什么样的环境跟场所，主要我们唯有想要有一颗敬拜你的心。主要就是谢谢你，也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室里面，我们一起来赞美你，来荣耀你，跟透过牧师的一个分享，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的信仰的前辈巴特里牧师有更多的认识。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看见你所创造的这美好的一切。主要真的是献上感恩。主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将献上我们的心、我们的金钱，也求主来悦纳，并且祝福在教会的所有的推动的事工上，能够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我们社区的，还有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家庭，我们信仰，都神你丰富的恩典跟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的是奉靠主名求，阿门。阿门。报告。我们自己的周报的部分的话，我们回去看那个，我们的那个Line 上面就有我们就不做这种报感拜，有吗？你有发吗？你们自己看我只讲说几个重要的我们下个礼拜要做的事情我们下个礼拜有我们的感恩节跟我们的培灵会。所以我们礼拜5的家庭礼拜，我们集合在教会当中联合做礼拜。然后联合做礼拜是要做什么？礼拜完了我们要做彩排，还有练歌，都可以在那个时候一起来诗班的练歌，也要练歌了所以我们礼拜5不要忘记了，我们没有在各家族的小组里面家庭礼拜全部都到教会来，因为我们那天感恩节是用各小组献礼的部分。对献礼的部分的话，是需要一点彩排的时间或者是练习，然后免得我们礼拜的时候会比较慌乱这是要跟大家来做报告的请大家预备待会我们的欣赏的部分，我们待会再说报告就到这里。领受差遣与祝福。那下周有扶正的同工也可以站立在面前。Senaitu Mas itu Sanpika, Usaitai 50会众请起立。Dehai semua pasangan dan usul. Mali-mali tu asu pisang apa macam patagil. Asu kai, asu turu. Sukini zaman nama. Baik kama semai setan maringgil di awal usul. Di maziri tu asu sengali di awal usul tu asu isiukan. Palawaki isunai. Udah tamu pisu di awal usul. Masa tu ribet sana makai sikamangua nomor kasualan. Baik kama semai tidak asubungnya setan dehai urut yang makan. Kilibat, kita kama semua kaliwabau. Pasli, kita mengenai Yesus Kristus. Akizam, pisur, imia, kita dapat wasan, babak semua semas, masih makizam kita numun,
我们就是要们发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默祷提问。好，我们先来一个大合照，好，原地不动，好，那我们的红布条到前面来。